所以讲呢，伊的话术讲可爱人生，起起落落的过程，有时阵真平静，有时起，有时起伏，有时海涌，多变的环境，咱就处处爱用心，在繁华风云，保持切主的纯真，咱会当来，咱会做伙来斗阵，感谢上天的提心啦吼，这是我啦吼，咱现在开始看，讲可爱人生，所以人生呢，伊会来讲起起落落的过程，咱人的人生呢，是在扬声破晓，起起落落的，实在甲看咧，因为卖讲啊，敢若互我伫砖头，安尼共看咱人的人生吼，较早太即个人做法咱会好过，好了到尾后哇，经无手。有人是较霸气，哇！到尾太阳花白了了，要维生呢，会做人真善良，拢互欺负，到尾呢，虽然是我安怎活出发，毋过人因的囝呢是财前好啊，一个出社会，大概趁钱趁甲开工作，哇！这个财产有够多，人生差遮济，较早人看无起，即阵呢，咱人拢现实啦，较早人看人咧无千条不地啊！晒到这一两摆差别到位，但我鸟我就反正安尼，是反正要来，伊人开嘴就会歹势，安尼，惊伊开嘴，咱人个人拢现实。即摆一个看西逐个拢变做个，若无就变个老牛，若无就破四个呢。即摆是太家济拢使紧迄破四个真正拢2,000万个，安尼。所以讲会新呢，即摆是趁多年就安尼会攀点，咱人会攀点。爱要通有个人交安尼，所以讲这是咱人的人生起起落落毋嘛爱笑人安怎样？你修炼人你前世做偌济，你有情，这世问题；你若无情，这世就问题。免怨叹上天，后摆怨叹，什么人有，什么人无？你若无正规，正嘛无规啊。安尼尔啦吼，拍落偌济2粒电图尔，像咱安尼个摇到要海去，安尼情况不能若要甲讲起来，人生足简单；若要甲讲起来，我讲的人生足简单。早时一份豆米一个馒头，下晡煮一个面，下晡食一个饭，安尼尔，透偌济。下晡煮一个农民是食较少，煮一个面安尼尔，嘛免开几十箍，算算嘛免一日有人时啊的时呢，大家参加呢，安尼，所以讲互我嘛咧甲讲嘅，点解？较早我去菲律宾讲这烦恼透过你趁偌济，开偌济，这太无间，嘛比较唔顺流啊。我咧甲咱来讲，花钱够无啊？安尼啦，花钱十个都有钱通咧讲，趁钱也唔敢开，爱赢添啦，添的是在，添过是在，添到尾后，敢若孙迄也无熟悉，开咱才无单。辛辛苦苦拼的钱，太尾后又无熟悉开。我其他票我家己开，我无开过别人的呢。到底是在5万2万，我担唔起。咱拢讲人讲，其实咱比伊较戆。咱叫伊来做烦啊。咱今家己嘛就是讲烦呢。迄人去晓咧问你讲有人去无啊？若听有袂讲无人去啊，你毋是人，就毋是阮烦。因为伫菲律宾就讲，咱就是叫华人啊，伊是烦啊。来咱台湾叫做原住民。人大先来，为啥叫华人安尼无礼貌？爱叫做原住民，人先来，你知唔知？你即个尊重，不像华人的，人这华人啊，华人我无共款人，华人就是尊重，华人啊就是歧视。就讲这间大庙，那什么真恶福，庙啦，庙啊就是说叫讲世界顶啊，迄叫做庙啊。迄茶钱，迄食菜啊，一定做了无。那迄个是咧食菜，哇，有爽，咱听话唔知呢。我讲啊，
看山时，啊就来看人去，哦，有时看人，啊看伊咧讲话，就会当了解一个人安尼啦吼。啊，所以人生起起落落，大家拢了解啦，因为大家拢老菩萨，从你的经验几十年吼，咱的周边甲看看，起起落落啦，哦，往过嘛无啥咧往过，飘歹嘛无啥咧飘歹，落平嘛无啥咧落平，哦，所以讲下是讲来讲去，你前世有情甲无情，你前世来做善事，会情。即是就有啦，吼，所以该你的就是你的啦，无你要安怎动都无效啦，就动无啦，安尼就对啦。互你动有吼，人身体欠番，伊若是开了了，变成安尼啦。你若安怎见鬼了，就着见鬼啊！你无情，要见鬼困难，差安尼呢。所以讲，咱今仔会当修行，会当修行呢，心才会平静，有时阵心真平静，有时起风有时海流嘛，免不了。起风就是个海流大，你若无起风，就变做平静嘛。这就是讲咱人的无病脾气啊。所以讲咧，咱的无病脾气呢，咱人有时啊人就做平静，有时啊若发脾气起好，迄海流爱清清的，不过收心呢。所以咱圣人咪甲咱讲呢，富之如配天地啊。我爱讲伊大声会知影。是安怎伊大家会知影呢？所以讲修行修道是日常当中，伫咱厝咧做，毋是伫外口咧做。你外口敢乌面甲咩无？你就叫听呢。你若伫厝咧骂太太做乌面，骂囡仔做乌面，对不对？你的家庭会完满未？伫道场有人时啊呢，这个修行的文主呢，毋过等于厝呢用霸道呢，我请你就袂使安尼。咱但是互相尊重呢。你既然有修的人，有修养的人。爱修到文质彬彬的，你只要以你家庭做起，家庭做起呢，相敬如宾，拄着安怎像安尼咱的宾客共款，大家互相尊重，安尼才是一个修行的家庭，袂修甲安尼去破坏呢，安尼，一个边看你病，一个边看你病，你好麻烦，所以咱修行哪捌道理，就哪有迄个忍耐性。所以讲，咱的家庭做起，这个家庭我讲家己你要好势，咱嘛要去互人，人来好，无人无简单。你若家庭不是大家我伫遐烧食，参啊烧菩萨，大家伫遐咧卖卡，你有人写起咧讲道理，你好听啊，人毋好甲伊讲你是你好势才来。咱家己讲不做见笑，变样安尼。所以咱个家庭做好就是要互咱修身养性的功夫，人嫌难。咱毋通以霸道，拢爱听我的，较早的时呢，爹，较早叫做啥话啊？爷爷嘛，拢叫爷，爹管是，有时咱毋好讲啦。人后头讲要笑死卖的我即摆是袂使认真我就到你伊讲伊较厉害，我时间去互你照了嘛所以讲咱的心。有时变成有，所以讲其实咱是爱练了练，了就是足艰苦，心中是都足艰苦。如果了心到尾就是练啊，听着无感觉安啊，到时伊毋捌你，伊毋捌你，伊才对啊安。伊若捌你就袂啊啦，所以讲路边的环境呢，咱爱做是爱用心啦，因为环境不是在咧变，咱环境在咧变。在繁华的风尘呢，爱保持切主的纯真啊！这就是风尘滚滚，五花杂陈的时代。所以讲，即要修行的人足少，要听道理嘛足少，干那要求道的人就足少。你敢有感觉？人足歹度，因为出门无甲看莫讲伫台湾，咱伫国外只有来经营，头拢淡，穿起身拢变到我进去，大家头淡，要创啥？手拢摕手机下，淡，阮若有时啊出去像阮在外遐坐等呢，袂输咱像咱拢无不拉输的安尼呢。好啊，要配才爱配啊，互较慢也较我淡才配安尼。若无咱嘛好讲你食摆遐老遐配啊，做伙一个手机还不了配呢这个对时代有利呢安尼。你这配，咱咧配啥伊嘛？咱着配一寡伊着互我有道理，我甲价钱手机啊。来这手机有阵时到出国要创要股票啦，惊袂入去
下要讲做这题目吼，我甲试听，抄抄我就当讲一题安尼啦。啊，我就看我道理，我学习我遐道理安尼，无嘛我参考其他部的安尼就对啦。要人然后咱咧创啊会，咱想学到，咱是咧看道理啊，时时不时咧提醒咱家己啊。咱嘛头壳对人当咯，有咱经验多啊，即个当个点外星，也搁多咧等吼，看咱小国啊，迄个吼，可能危险的安尼啊。反正无早手机啊，也是安尼即摆哪看咱咧配讲的，有咱注意性的，那不要输的，也是对啦。时代咧对头对啦，安尼啦。一个人咧看无共款。所以讲呢，爱保持清楚的纯真，因为本来咱是菩萨的心，是去互迷埋去，才叫做众生呀。咱本来拢有一个清楚之心嘛，毋过落来这个风尘过境呢，哇，就遮安尼甲咱迷到尾安尼，煞咱的心嘛变，咱的心就变。到有了嘛，白拢换一个啥，大家嘛拢是清楚之心，话太变甲会偷听，话变甲会食毒，话太变甲遐歹，话就变甲。话的时就小声安尼，遐尔仔舒服，所以讲的时拢是倒来迄个实情，到尾啊，变成自然去，你只有彼此你我计较，才会走出来。若当时若清楚之心，哪有计较，大家拢会相谅，无是我彼此啦，所以讲的是呢，所以讲，咱爱保持清楚的心啦，咱会当来，咱会大家做伙来斗阵，爱感谢上天的慈悲心。今仔日，咱大家会当斗阵，爱感谢上天的慈悲。今仔也无多感谢，咱今仔嘛无多人收，你我有人写南到北遮尔远，今仔会当来同处一同，大家在遮听道理，大家遮同参，互相来同参甲研究，毋是讲咱坐伫遮咱就做慢慢，毋是安尼。因为2000多年前圣人所讲的话，咱今仔日这个新人来遮就是咧复习，过去圣人人是做什么工作，咱大家来遮呢斗阵，我有道，咱今仔才有这个机会，所以讲拢爱感谢上天，互咱有这个机会啦，一定爱相信，修道世界第一点，良好好良心、好恭敬，把握时机要赶紧，护法心到如今，以后更加不公平。海海人生，往东往西任何清，爱知影天无情，有功有节上天庭。所以讲的是呢，咱一定爱相信修道世界第一点，天上天下唯道独尊。敢若咱修行法律会解决的，你的家庭嘛会解决，你的人生嘛会解决，法律都会幸福。即个拄啊，敢若道有法度呢，所以讲世界第一点，咱即个咧修道了，得着道了后。好法修行会当超生了死，敢若道家安尼讲，若无你甲讲会超生了死呢？你欺骗着人的心，欺骗着人，是怎都欺骗着人的心，救人之助呢？所以讲，会真正是最活难的。这若是大开普度，多讲者，先都安尼甲你讲，咱太敢安尼讲，所以讲，法律要等于西方，好法修，迄条路互你找着啦。受命水之迄条路，你找着，你会当转去西方，看你要去哪毋去安尼。你若要好啊修行，好啊改变你家己，好啊要度人，好啊要成功入定，你一定成功，一定讲。所以讲这世界第一点，干那咱有命，干修行有命。你若毋修行，干那妄讲自守空田，妄有修，把这通通要人身份做主，通转去西方，都没有。最好是遐尔简单好去的，毋通一个讲转来，就要去西方，我把你转来要去西方，西方太简单咯，我去就去咯。有人有叫导师甲我带来咧，安尼咧，其实你来甲上，咱来去甲念诵，迄导师甲你带去对，带去你讲着，讲遐去西方，你讲着西方，
咧大家嘛知影讲啊西方是对啊，所以讲会信的西方10%80%你爱在咱来信，你信就是西方，你若信了后就是地甲天堂由咱的心来做，要去西方你若无经过修，若像咱无修的会当去西方多嫖多饮那爱西方无人敢做无人敢做差地差不多啦，安尼所以会信的咱但是这个诚真诚尔。反正台湾要去西方，有人写甲看咱，要去西方你有真诚无？你有真守时个无？袂咯，嘛是干想讲看下安尼一记就小明个，世间无遐尔好看。干那有人时莫会讲啥？咱知影讲做神仙，真殊胜，真尊贵，受万人的崇拜，咱嘛都袂晓干那行善个。而且咱都袂晓要做，今仔心灵海受万人的崇拜。莫讲一个啥，干一个野工结着金银，尼扫过尔，天平尔，千万好，遐尼济啦。大遐软来软去，我讲怎么平安？两个平安迄是安咱的心看安尼做事，安尼偌尊贵呢？你为着安尼两个目标平安，咱大家若拢会平安，病拢会快乐所以讲咱的心的问题，咱来效法着伊的模样，你毋才叫做善。把你就这参与相像，你若做善，干那想讲两个就要平安你家己身体若毋顾，若运动若毋顾啥物人同我嘛无比平安所以讲做些事就遐个殊胜就人山人海变成安尼呢所以讲个是呢，拄好咱即个时阵300多年，真多感谢咱得着好修，这我第一世间无遮好好良心，好恭敬，爱把握时机，爱赶紧来去做。讲遮无几十年啦，大家拢会晓安尼讲啦人生海海我嘛晓讲人生海较有拼干为着3顿敢有3顿足简单我拄则讲几十箍就解决咱其实为3顿无困难搁着要欠互迄以后互迄有熟悉歹个安尼，大家拢嘛安尼。看人咧驶轿车好，这无欠袂使咧。看人咧有留厝轿车咧，我讲你若无，搁较拼就无啦。你若有凊彩就有啦，安尼就对啦。时间到就有啦。拢想要学啦，想要对啦，安尼，咱人就是拢毋认输啦，你若咧修行有人请互报就有甚至若要去渡人来拜拜偌好，做偌好，伊甲你看讲你经济也好好，像你修行，大家拢想安尼来我来家去安尼甲无讲去你咧拜拜看会经济较好袂会起飞袂变做人照无讲这人安全这人我家来就好啦，安尼所以讲世间人就是安尼甲咱看，你大家经费拢修行人拢天天有财源的在修行若去渡人讲落坎敢若袂歹，伊去经济都好迄可能是修行的下步的款的无，大家拢经济拢真好安尼。你若经济去困难有当时要渡就难渡了，家亲力亲了世间就是安尼看人大细目看人大细目安尼。咱有修行，咱就袂使看人大细目安尼。咱在同情较可怜的，这个精神都袂晓做，这世人就较苦苦，你就爱同情伊安尼就对较容易因为咱办就爱较容易安尼毋通参与斤斤计较，毋通参与斤斤计较啦参与斤斤计较，无参与咱班的人煞变成毋捌去安尼。我较早就讲过一个老师退休啦。人伫咧正正正伫遐讲数学讲300多少安尼就对了。伊迄老师讲324数学安尼324嘛足够嘛。拄一个安尼数学你都毋对，322迄你若毋捌安尼逐个我讲伊参伊安怎讲去，迄你毋捌你毋捌安尼到尾逐个看阮这丢条安尼，热气管老爷安尼一个经济管老爷安尼结果生活，即摆是管老爷讲你钱从哪来安尼，伊讲叫管老爷来甲我评评理安尼我是要评什么理伊就讲伊就老师要退休的啦，我心里
八就24，我咧教学生就38、24啦。啊，伊讲安尼唔对啦，我伊会较对啦。反正啊，我啊无38多头，迄个头壳安尼尔，38、24，含迄含办啦，反正人叫办啦，反正人知啊，好，38、24你等于，啊，这个老师带来顾大个大班啦，好，迄老师话有法咧，要变成38、24时间，我顾大个大班啦，啊，这个烦恼了嘛，头壳有问题啦，安尼，吼，我就怎啊叫你头壳小怎啊等于，迄个老师叫顾大个大班啦。我讲你要好嘛唔好啦，我不好啦，吼。但是啊，讲我要大别人，就叫你讲我要大啦。我讲这个原因互你听。啊，你是个正统的，做一个老师，大家嘛知影讲38、24，你一判就判迄速度的，速度都唔捌，38、24，你安尼进来到遐翻，落翻我即个烦恼呀，安尼会是安尼偏偏你呢？你咧正统无成功，你讲要拍大个，安尼对啦，安尼讲了有理无？我爱抓条票股票，毛病就对。我是老师38、24，伊讲38、24，因为笑甲下，就讲咱拢唔捌含烦恼也唔捌，就拍大字啊，你睇睇，唔讲正统的，你讲要拍大个，对唔对？讲咱爱你好无？哪你是好？有我还要他们修正，对不对？对啊，咱人是认输，唔才会起修正，这到尾啊，嘿，卖批好势，大家就唔好，咱老师就是安尼。你老师养的人，你先啊鸟伊一个，互伊较偏一个，咱嘛无损失啥货啊，就过关啊。你人正讲伊安无理啊，好，伊上有理。你就通遐坐啊，这到尾啊，两个就大小样啊。咱第三者讲是安怎啊？好，我若偌无理呢，就大讲，你较有理。你靠你是安怎？你就鸟会落啊！你就较巴都鸟会落是啊！你参与小者，你就是我参与小者，你家己唔做无唔做，你若甲迄个有便利有办，你就鸟会就好啦，对不对？你就是讲你便利，你到尾啊参与小者，你就拢小者嘛，你嘛无便利啊，这个有便利的人就会体谅，就会鸟，你就晓明白，咱会先咧要有这份知识来帮助你，原谅你，爱当甲包容，安尼自然而然好好，咱北分真好，咱的涵养有够，唔只是真正的便利，虽然你做安尼做，这是一个关键，这么一个关键到第三节就来做读书了呢，读册我嘛读册，而且看起来就是想计较啦，小我代志安尼个，头拢做到，然后换着你参这小两个，换别人去做好事头啊，咱就是安尼，所以讲咱人实在讲若要甲讲起来人生实在讲无义不救，讲咱捌，退休就好拍开，而且讲咱捌，拢较好唔捌，直接听直接背尔，见经有就信无，这才是功夫。你咱听道理，就是我叫你听爽快，听好听的，是看你有就信无。你有照圣贤的经典安尼做无，这较重要啦，这较重要。所以讲会是呢，好时光。好光景的，咱啊把握的机会，赶紧来做，赶紧来助人救人，唔通搁只反正对生无数啦，安尼啦，电视好看，八点听教好，转路这唔知咧做啥货，安尼哦，这唔通看啦，就业生死的问题太要紧啦，安尼啦，过去阮太太嘛都爱看啦，看卖迄个起厝我拢甲讲的，我拢甲讲，内面做安怎，边做安怎，这水长好无？较听啊语言较听啊，分几第三者都入来逐位都安尼一个拢有30万块，有他有这样叫你别墅里咧排，差不多2、3间9块啦，都过来拢差不多啦。我讲你若讲看下，安尼我才好来语言安尼毕竟安尼所以讲下阮太太即摆无咧看，做迄无一个教育性，所以讲会生有时咱变做一个教育性。才对今天人长好，人长好来就算是就无应该是做歹人，无做歹，好惊咧外行电视条咧讲歹共款。若到时咧晚会这落这大家都欢喜，就煞啦，应该是教育，就对啦所以讲骗要骗好势，端台好一对路，3角外好一对，哪下咧，安尼唔才对我爱伊无爱我，就爱别人，伊都爱别人，咱就要靠人，人都好啊，爱太少，所以有时仔看过去看伊看甲真正是听到来骗你，就安怎做才会好看，从来在学校里
听，听到尾啊，啥上好你也了解啊。生一日来，要我毋知影啥上好吼，啊，所以讲的是，要我认袂清、看袂明，通走一日，来这世间通走一日，啊，再来就是后续从白纸转去，那爱就往年啦吼。爱知影天无情，天是无情的哦。哦，要啊，就这种天天不停，伊万不为做果，性情不停，伊必定为做果哦。要做果呢，就是需要用，啊，就安尼无无用用嘛，安尼尔啦。啊，若无爱就收山，就像迄春夏秋冬安尼就对啦。你若多撇收山，那安尼就袂成长。哦，啊，所以讲其实呢，啊，天是非常的无情。啊，但是呢，有功有德，才会当上天庭。哦，你嘛我常听咧讲情的，天就看你做偌济，啊，会当得偌济，安尼上天就是安尼。所以讲，咱若有功有德，咱就会当上天庭。啊，咱若无功无德，啊，干那都要无用天坛。哦，都互咱守着啊，啊，毋通无守，哦，大家拢会当转去，你着做拢会当转去，但是我甲你保证讲，你袂当大了。有人写过领这个名，佫落来互规定哦。所以讲，会是咱若好啊，就好啊，歹啊咯吼。啊，即马就以迄个年年的奖项啊，较早结束的啦吼。啊，因为吼，即讲要4摆，看有法度安排4摆就好安尼。咱以年年的奖项呢，啊，